大家好，今日要講嘅係籃網嘅基本動作原地跳。咁我哋要拆分為兩部分，第一部分係準備動作，第二部分係空中動作。咁事不宜遲，即刻去睇示範先啦。咁而家就會俾大家睇下原地跳籃網嘅示範。喺準備嘅時候，首先要量度我哋同網嘅距離。一般嚟講會同將網保持半隻手臂嘅距離。如果企得太近，好容易會掂網；而企得太遠，就好容易將個波攔返落自己場，亦即係湯土。咁隻腳就打開到大概膊頭嘅闊度，然後膝頭哥保持微曲。咁兩隻手就建議舉高至條腰到膊頭附近嘅高度，咁就可以隨時準備起跳。而隻眼就要不停留意攻擊手同個波嘅位置。仲有一樣嘢要留意嘅就係二傳手嘅動作。留意二傳手嘅動作就可以提早判斷佢會將個波升去邊個位置。仲有嘅就係要提防佢二段進攻。然之後要講嘅就係空中動作。咁喺做好準備動作之後就原地起跳，千祈唔好向前跳。向前跳嘅話就會好容易掂網噶啦。然之後隻眼要望實個波，咁先至可以攔啱位置，唔會攔歪咗。仲有記住要收下巴，然後雙手要喺唔掂網嘅前提下盡量伸過網，手指要用力張開，幻想要捉住對面個波咁。仲有要確保手臂同網頂嘅距離唔可以太大，以免個波穿落嚟。最後就係記得要收緊核心，保持個人嘅穩定性。咁就係一個合格嘅原地跳籃網啦。以下有兩個新手學習原地跳籃網時候嘅常見犯錯。好多初學者喺實戰嘅時候都會太心急，唔記得咗向上跳，而係因為太想攔到個波，所以變咗向前跳。所以記住我哋跳籃網嘅時候要原地向上跳，然後喺空中收緊核心，淨係用隻手去攔個波。另一個常見嘅錯誤就係攔網手為咗追求籃網嘅高度，而淨係將隻手向上舉，冇伸過對面場區，但係咁樣就會好容易俾人打捉手出界，形成破壞性攔網。咁呢度就有個原地跳籃網嘅練習可以俾大家參考下嘅。首先要揾個同伴，好似條片入邊咁，喺網嘅另外一邊拎住個波，然後將個波向正上方拋，唔好將個波拋過網。然後攔網手需要原地跳起喺空中捉住個波。攔網手需要留意嘅係跳嘅時機同埋唔可以掂網。如果覺得捉住個波太難嘅話，都可以好似咁樣將個波撳返落對方嘅場區。拋波嘅人可以掌握每次拋波嘅高度都唔一樣，咁攔網手就需要自己觀察去掌握起跳嘅時機。咁呢個練習就可以好好咁訓練到攔網嘅侵略性同埋攔網跳嘅時機啦。